廖老师，周安啊，你给老师说说，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？为什么总是得不到同学们的支持呢？廖老师，其实我特别理解您，因为他们也从来不拿我当回事儿。哇，你别给我说这些啊，你给我说点有用的。我能给您出什么好主意啊？你怎么总是关键的时候掉链子呢？对了，要不您去找钟柏试试？钟柏，就是你们那个总不来上课的班长啊？对，找他有什么用啊？我觉得您要是能得到钟柏的支持，我相信大家对您的态度一定会有所改观。是吗？都怎么了？啊？这么点事儿就怂了？你们就不能动动脑子吗？一群饭桶，动不了廖学兵，不能从他身边人下手吗？事事都用教。滚，快去！快去！不会是我弄错了吧？这是家庭困难受得起的地方吗？好吧，如果真的是这儿，我就是个要饭。先生，你找谁？啊，我找钟柏。哦，找少爷的。少爷？难道这么漂亮的妹子是钟柏家的女佣吗？尼玛，我们过的是什么生活呀？请问您是少爷的什么人呢？啊，我是钟柏的班主任，钟柏已经很多天没有来上课了，所以我做一下家访。那请您跟我上来吧。老师，您这边请。这尼玛哪是家呀？这根本就是皇宫嘛！你好。钟老师，哎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是看小柏他生病了，所以我来家里看望看望他。哦，可是钟柏同学在家里打游戏，有什么身体不舒服的？就是因为他身体不舒服，所以他才一直在家里打游戏呀。可是钟老师，我想问一下你啊，你下班了以后来钟柏的家里做家访，算是公事还是私活啊？那廖老师，你下课以后来同学家里做家访，这算是公事儿还是私活呢？有时候女人太牙尖嘴利，还真是让人讨厌。好了，我不跟你开玩笑了，这里是我家，钟柏那是我弟弟。来，里面请。啊，原来如此啊，这样子人物关系顺畅了很多嘛。钟老师啊，我这次来呢，主要是想了解一下钟柏在家里打游戏不去上课的这件事情。这件事儿您不是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吗？钟柏他喜欢打 DOTA 呀。钟老师，你也是个老师啊，你这样聊天不太合适吧？我只是个保健老师，对我来说呢，学生的健康大于一切，而心理的健康又大于身体的健康。小柏他去上课，他就是不开心；他在家打游戏，他就是高兴。我能怎么办呢？哈哈，
钟老师，您可真是育人有方啊！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廖老师，您才是有着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魅力。钟老师，可不可以让钟柏下楼跟我聊聊？现在还不行，这个时间他应该正在战斗。战斗？是啊，这场战斗对他来说特别重要。来，廖老师，喝点东西，我们一起来等等他啊。好。啊，钟老师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家里有没有什么工具箱啊、螺丝刀、起子、锤子之类的东西啊？圆圆，去把工具箱拿来。好。莫非廖老师您在喝茶的时候还有什么特殊的癖好吗？这个嘛，开玩笑啊。下次拿来。周老师，现在钟柏的战斗应该已经结束了吧？钟班长，我们终于见面了啊！出去说吧，咱们。好啊。哎，小柏，你早点回来啊！西北，下注。哟，还不错。下注。拜拜。下注。你那儿还有多少钱？差不多3万多。我 all in。我跟了。葫芦，不好意思啊。那。你还没看我的牌呢。本想多玩一会儿的，可没想到这么就结束了。等等，再多玩一会儿。继续。
天天都这个时候打游戏啊？你打 DOTA 我不反对，但是必须得去上课，好不好？上课不会影响打游戏啊？廖学兵，啊，你少在我面前装模作样，你什么底细我都了解。什么？难道他知道了我的事？啊，那你都了解我什么了？上课第一天，你被蛇电晕了，接着嘴又被炸烂了，你根本就是个白痴。哦，啊，你说的是这件事啊？那同学们已经给我道过歉了，我也允许了同学们这种举动，我原谅他们了。但我们现在聊你啊，你为什么不上课啊？上不上课是我的自由了。啊，这样的。钟柏同学，听说你的欧尼家好像是单身啊？你什么意思？啊，我没什么意思。你的婶婶我呢也是单身，我正好想找一个白富美的女孩子做我的女朋友。少打我姐的主意啊！啊，我只跟你商量一下，你呢尽管可以不用来上课，我呢尽管来你家做家访，你边打游戏我边找你的欧尼家聊天，这种双赢的局面你看怎么样啊？我告诉你，你是惹不起我的。如果你敢打我姐的主意啊，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飞车党你知道吧？啊，你惹不起的。飞车党啊？怕了？对，只要我一通电话，你肯定横尸街头。哦，是吗？那我现在就去告诉你的欧尼家，他的宝贝弟弟已经开始混黑社会了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哎，别！好吧，你怕了？那我警告你啊，如果你敢找人打我的话，我就天天去保健室找你的欧尼家治疗，你知不知道？思雅，廖学兵的个人资料整理出来没有？目前还没有全部，不过可以确定的是，这个人的忍耐力已经达到了90，这是根据前几天的相处得到的结论。那么糗的事儿，他都没有发表，证明这个人的忍耐力已经异于常人。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，我们还是得提高警惕为好。我估计他快忍不下去了。其他的呢？我觉得金钱值可以暂定为30。你看他一身的杂牌，还骑着个破摩托车去上班，一看就不是什么有钱人。智力估算是多少？这还用问？他根本就是一个二货。我跟你说，你千万别这么早下结论。看上去傻不拉几的，但是咱们现在没摸清他的底线。廖学兵他也不是个笨人，那可以暂定为60。都武力值了，瞧他那样，脚步虚乏无力的，乘以2是我的对手吗？如果照你这么估计下来，也就是30吧。这个人除了忍耐力不错，其他方面基本上是一无是处嘛。看来啊，我们的新对手还真差劲儿，今天晚上就动手。展开！呀！这不是钟柏吗？你怎么来了？听说昨天廖学兵去你家了，上火了是吧？不是吧？才去1次家访你就从了？哎，我的事你能少管吗？看来钟柏已经跟廖学兵交过手了，但是我没想到钟柏输得这么惨啊！今天的计划取消，再看看。用不着这么消极吧？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没准啊，学校把咱们已经抛弃了。要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太没意思了。哎，刀哥，我是钟柏啊，有件事儿想求你帮个忙。哎，钱肯定没问题。行，好嘞。哟，钟柏就是钟柏啊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又关你事儿了？说什么你？有钱了不起啊？说谁呢？说你呢？干嘛呀？别起内讧了，一会儿上课了。哎呦，钟柏同学归队了呀！哎，来，我们大家一起鼓掌欢迎。好，大家不用鼓掌了，
我想钟柏同学已经感受到我们大家的热情和关怀了。现在开始讲课。好，既然大家呢平时不爱听我讲课，那我们今天就不讲课了，我们来猜谜语。赖老师，你要让我们猜什么呀？我们来猜一猜古时候谁的胸最小？我知道，是太平公主。真平。是花木兰。为什么是花木兰啊？因为古书记载，阿爷无大儿，木兰无长兄，他就没有长。那我们来猜猜童话故事里谁的胸最小？小红帽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他自己说，我的奶奶被大灰狼吃掉呢。等会儿，奶奶是什么玩意儿啊？赖老师，你的问题真太无聊了。是吗？那好，那你们觉得我的问题无聊，那你们说说你们平日里最喜欢玩什么？男人啊，爱情。哦，是吗？爱情？爱情什么东西？来，叫我出来看看。